观众朋友，今日个好忙啊！阿明哥刘浩明反映事况复起来嘅。大部分人如果希望讲，咱政府可以多办国际性的比赛，比如外地的世界可以看得到台湾。但是其实办一个国际性的比赛冇咁简单，唔单止係因為講，你只個要有一啲判法通嘅能力，唔係喺香港嘅產業地位有一啲相同嘅實力。屏東縣政府今年爭取到辦一個有巧克力金像獎嘅名嘅世界巧克力大賽嘅主辦權，也唔單止係因為屏東縣政府本地都有辦國際比賽嘅能力，同時屏東嘅巧克力嘅農民，佢也經驗人種嘅可可作為巧克力，嘛喺幾多嘅國際比賽大賽地位得到幾多金牌。你今日邀請到來賓係屏東縣政府陳麗萍陳處長來現場，伊同我哋講，伊哋係樣嘅去爭取到入嘅巧克力大賽，我哋歡迎我哋嘅陳處長來現場。主持人浩明，為所有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處長麗萍。處長想問一下，頭先我同我講，其實入嘅比賽其實幾難去爭取咯。當初屏東縣政府儂想去做入嘅比賽咯。真的幾難爭取，因為按照咱可可農吼，睇中咱可可也時間，但睇咩講咱面對嘅是自家只有法推做巧克力，還講吼面對國際市場，咱以國際市場一種高度來輔導大家，因為每啥家佢打拼佢努力當中之下，較進步嘅，有啲人可能是咱搞高，有啲人可能吼有搞高本咱嘅巧克力嘅也得點價去製作，當然也其中吼冇發酵啦，特別愛來曬睇嘅，因為濕過頭也舒適，我哋呢農民真係佢等陣，佢說睇所有嘅希望之下，睇前年特別去年吼，我哋教安尼機會同也世界大賽吼嘅緣分，嘛佢當然表現佢好得獎，佢說我哋明講係做得，我哋推薦起過來。因為吼，我就從頭我感覺到講，巧克力其實幾多年唔止講我哋更加台灣，尤其係我哋屏東，已經種係幾多嘅可可樹，嘛做幾多嘅巧克力，嘛幾多講我哋自家手工做巧克力，聽我哋嘅國際比賽裡邊得到幾多嘅金牌。其實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其實萬唔係講幾第一件事情哦，但是其實我哋屏東縣政府做一件事情嘛做幾多年嘅。咁我哋我想到講奇怪，辦係國際性嘅比賽啊。都應該喺台北辦咯，做乜辦嚟屏東辦咯？屏東有人可能當下，伊能啲屏東睇哪下？後面嗰度車就是滿到人充電。其實我哋見係做乜嘅？對我哋土地來講，我哋故鄉、我哋家鄉，一般人看到冇錯。當初是睇 AOC 特別 ICA 吼，一百一也比賽也世界集團。他家聽明講，因為有人台灣來，台灣睇奶咯，台灣睇奶，還有天然人，我哋要嗰陣陣，因為我哋政府建設普通，我哋農民用嚟做巧克力，結果本人看到啊，我哋唔係其他人，因為講既然我哋自己我哋自信嘛，按好嘅品質，我哋一定要按你想法，要邀請來世界國際嘅比賽來到我哋屏東。佢說冇錯，我哋真係要喺邊度本大家看我哋屏東，特別我哋安定真係巧克力。因為我其實我是絕對唔會因為講我哋屏東冇辦法通嘅能力，讓我哋台灣電費喺屏東其實都辦得幾好。嗰時像我哋一啲國際性嘅比賽，只係也買困難地幫到我哋一啲屏東來，唔同我哋啲台北，可能台北也是巧克力的消費量比我哋屏東人大，但是講起巧克力喺台灣啊嘛，其實屏東係一個最重要嘅基地，因為我哋生產，我用我哋轉化全部都喺屏東。咁你係咪同我哋啲觀眾朋友講一下，一擺嘅世界巧克力大賽，而睇又係一種樣嘅一種比賽咯。都有啲重點嘅講啊，等咗買嚟屏東本我哋所有嘅評審團有中意到嘅地方有我哋屏東喺最短嘅距離當中產地到產咗可能到識到嘛，可能到耶穌嘅嘛識到我哋巧克力來到屏東冇簡單，因為睇去年哋睇滿嘅時間邀請嘅時間去年演出評審團哋講我哋啲台灣嘅蔬菜要睇台北啦，屏東睇哪咯？咁我哋睇到廿幾2年來世界對我哋屏東話冇唔拉熟悉，咁我哋就睇下哋巧克力嘅評審，下來看咧，老了一陣還有一陣講佢咁同佢講，人類我哋唔單止但係哋巧克力等陣，最等陣咧，佢等一下要我哋嘅人民，佢話咧可能
规则唔會講本人講個戲迷講到底等於成敗同我哋巧克力產業有關係冇，並且係有強化有感情嘅。因為啊，其實我哋而家識得幾多國際有名嘅巧克力吼，譬如講我哋美國的啦，我哋個瑞士的啦，其實伊哋本地都冇重要的東西，伊哋可能對南美洲啦，還有我哋呢東南亞進口原料到伊哋呢瑞士啦，冇到美國去做，但是我哋台灣都好冇共樣，我哋台灣唔單止即個係產地，我哋即個嘛好做巧克力，我哋巧克力對嚟按到金牌，咁創業喺比賽地方吼，大部分用分樣嘅比賽，無論講。也係用一種評分的方法吧。評分方法哈，最主要我哋也擺國際性嘛哈。當然所有嘅外國嘅評審啦，有13位哈，有係睇國際，一種什麼有安尼風味評評嘅幾種嘅本事，買時間認聽嘅。安尼唔單止，等於講也分哈。台本教分咗其他類，包括我哋嗬最等陣要講聽我哋評論盤，啲本我哋農民嗬，佢出就不可以參加比賽，嘛速度我哋愛記我哋我哋啲作品咧也係市場，例如就係講我哋產地到餐桌要去到8部分嗬，對我哋評論嚟講是最大的影響點，接到嚟要向我哋咧8部分，要數拿到嚟要識得嘅幾種咧嚇，話幫幫，話參與種要加線料嘅，每種比賽有伊嘅percent度，等於講85牌啦、95牌啦，講62牌，每一種有無相同嘅長度嘅成分，嚟幫大家講下嚟代表我嚟講風味評評。講食材有啲評審嚇，唔係我哋一般都未到講食巧克力佢輕貨錯嘛，冇錯，佢甜蜜，啱過有啲評審對都特別，我食差唔多幾禮拜巧克力。做乜食咁多呢？因為的實際上是可能是兩地講也蜂蜜咁嘅檢查，米的嘢差別在哪？一旦有發出一分辨到講也巧克力係米用嘅，重點是也就評審過厲害哦。一旦只有食下有地方差唔多也是100%度嘅，嘛地講也是呢國家做嘅體位。嗰時等於都講。即個頭都有講都講，比賽嘅時陣都要分某個%度嘛，譬如85啦、90啦呢東西，即係譬如講今日去招標，你參加100公尺嘅、200公尺、無論400公尺接力咧，無同樣嘅一種等級，你去報名呢東西，然後你變成你報名一等級，然後我哋咧評審都試過，有咩味道獎冇？有好食冇？當然好食我哋研究啦，伊哋專家我有專家乜嘅，要說出乜嘅花香味啦，要乜嘅堅果味啦，我哋好食我哋普通人講，好食哦，伊哋專家都講，有味道哦，有乜嘅香味嗰種楓糖嘅香味啦，乜嘅無香嘅香味，咁從下嚟話，伊哋西上差唔多1嚿啊。伊啲賽場吼，最初看到的真是比賽公布成績，差唔多2年以上。2年以上，咁一擺比賽場地點嚟咯？也比賽場地吼，伊個嚴格，很嚴格。等於講也從2年吼，等香港嘅啲評審選下來，批到嚟3日，固定係度用去嚟切塊，因為也評審吼，唔係講數看來，所有評審全部來也識。伊當先有一啲先前風味，等於講等8月初5開始，數看數差唔多8月初5就幾啊米一啲國家。目前等數地有7個國家13個國際評審，佢所當先切有啲長度，有啲規格，所以基本也得用基本嘅評審先10克拉森嘅有啲基本嘅提前嘅分數，差不多呢因為明年空一段時間有第2段嘅風味。有喺我哋咧8月31日到9月初5日1禮拜嘅時間，我哋國際評審會來到我哋也擺合作嘅學校地方，一啲場地來連續4個禮拜。佢從上ที่保持到等於講我哋咧溫度、濕度，特別我哋電光特別不管是唔可以用其他密匙可以感染到一定咧評審。佢說成條聽書嘅人某一種專業嘅訓練，嗰度講到嘢睇教人或者睇下班嘅時間，是高雄餐飲大學來團體聽書，嗰度參加幾年咧巧克力嘅發展，按到好個團體聽書，嗰度研究單位特別係民間嗰種自家按定陣嘅達標，今年係睇美
美术太好，科技太好，哋更加好，培训一群人，几个团队，好像我哋要按呢专业嘅世界已經弄好，我哋呢專業要可以俾世界看到我哋嘅天性。嗰時也比賽啊，吼，唔係講我哋一塊，我送俾一塊，然後一塊來天上市呢，吼。因為從頭到講嘅，其實夢中啊，真係變成有無窮樣嘅時間呢，一個風味可能會走下，吼，可能會變化啦，吼，我哋講會變化成無窮樣嘅一種風味。嗰時就變成講，前期嘅時間。你可能如果用記得的，因為嗰條評審嘛，目前到台灣嘛，但是到台灣的時候，可能都差不多後期、末期的風味的時間來比賽，然後那把200分數加上來，係咪？200分數加上來，唔單止等評審明年實在佢哋開始開會，一定建設建開會。睇差唔多100平嘅空間當中，有共用嘅電光、共用嘅茶水，一定唔可以飲飲茶，唔可以食咖啡哦，乜嘢東西會感染到等嘅氣味、味道嘅全部嘅食唔得。對佢嚟講，一定自家更嚴格，嚟減添下到佢哋嘅風味。佢主要係來參加比賽，應該講作為我哋嘅評審嘅，大部分有哪一個國家？英國啦、阿根廷啦、當然菲律賓啊，或者美國，嗰度國家。其實巧克力也係食品，對全世界嚟講，呢加油。嗰時候談到講睇台灣，嗰時候台灣佢日本人看到嘅時節，大家對人哋台灣，佢感覺真係睇台灣睇咩啊？要我哋巧克力本世界看到我哋台灣，還有我哋嘛見睇探討講，做乜哋種巧克力時間冇講幾長，如果養過種幾千年、幾百年嘅嘅國家，重點要我哋所種嘅蔬菜，我哋呢大部分我哋家己嘛，之前我哋合作嘅農家。睇本教種病咯，我哋巧克力因為有辦遮因，佢說也這樣嘅情況之下，要睇種喺我哋嘅變種樹下，咪有種植樹下，佢說伊個果香味同別個蔬菜冇乜相同。例如頭先我講必須有4種嘛，其中我哋有加餡料嘅啦，加料頭啦，特別包起來，佢哋會等食品食材嘅多樣化擺喺平常我哋有類品同看嘅時節，伊感覺講也有我哋品同嘅特色。嗰時伊啲國際性嘅大賽，唔單止可以幫世界看得到台灣嘛，可以幫世界看得到屏東。休息一下等下我哋埋嗰度比賽事情哦。翻過來，放起來。上檔節目，我哋嘅來賓陳立平陳處長同我哋講，馬上 ICA 我哋嘅世界巧克力比賽。我想問下陳處長從當初也比賽應該幾多年去爭取吧？好多國家，因為也世界比賽，一分係15組嘅分區賽，分區賽冇參加，因為冇嘅時間冇得到嘅英文票，無法出去意大利嘅佛羅倫斯做決賽。佢說我哋睇去年協辦嘅情況之下，我哋中區睇我哋亞太杯，因為我哋抽籤嘛，我哋屏東嘅送票封片，中區拿到睇台灣中區拿到31面嘅金牌、銀牌入邊銅牌。在經過亞團之後，在到佛羅倫斯睇9年咧，佢當我哋這幾年，因為按呢本大家發覺到我哋原來我哋女僕按定真係好上嘅。嗰時對一般嘅參加人來講嘅話，而家先分期參加比賽，好，然後分期得獎以後，唔能可以有資格去做我哋嘅總決賽啦，然後總決賽嘅比賽。嗰時我哋去年都有辦過分期比賽，係咪？去年是協辦，係也場所大部分喺高雄、特別我哋嘅台北，咪有水保區來向我聽數，ที่我哋也係屏東嗰度本人感覺講，要按特別咧，因為也是一啲民間嘅組織，世界嘅組織，而當初是睇 PHB 完全冇公布本咧，我哋是世界體的同 ICA PHB 一啲主辦，要向我哋嘅屏東縣政府。嗰時都變成個對人總部來講嘅話，伊都發現講，你有辦過安尼嘅
安尼一啲發通嘅經驗嘛，雖然講其實係亞太區嘅一個分歧嚇，但是因為講體驗你有做過安尼嘅經驗嘅，提供伊哋咧相關嘅規定嚇，伊哋咧保存嘅考克力嘅方法，伊哋咧評分嘅方法，安尼就錄啲嘅，加嗰時一般人按放心幫下哋咧，最慢咧伊哋比賽搞完安尼咧評論驗證府，加像安尼嘅時節，等於講最慢參加人全世界人咧，係咪？係咪全世界人都有報名嚟入擺比賽啊？係呢，我哋入擺拿到嘅是亞太區嘅，即係講就係亞太國家，好多十個國家，我必須包括紐西蘭啦、澳大利亞啦、印度啦，係講啊，係印尼啦，嗰片，係新加坡、東北，就是說係東北亞呀，所有亞太區嘅必須要來我哋台灣入比賽。嗰種入擺比賽突然講他家來爭取而來報名嘅，有啲人是自家籌備樣機過來送看，有啲人唔過不管係講啊籌備樣機，係講啊用記得嚟一定要睇總鋪嘅伊個內容當中，來登記報名，而通過有伊個編號嘅時間，能有資格送看入來。其實送看數看一件事情嘛係一關過一關。要愛恆溫啦，嚇，同埋嚇，又唔可以走到太陽，因為我哋講走到太陽其實靠佢哋即個風味都會變。嗰時唔即個唔可以講，唔拼愛屯樹看咧，我都即係隔壁。唔可能嘛，伊啲變相去變嘢嘅東西呢？唔講女學因為也擺樹看一定幾個時間，一定有啲規定講，因為也是工人嘅權利問題嘛。講要用乜嘅方式來去包裝，包裝經過一定開關嘅時間，話要，比如講一定也是一個貼牌咧，一啲白通，一定冇白通一定重用同一定特殊，那有法度判斷一定部分。另外，一定要推封存特別本嘅蔬菜，並也就巧克力嘅蔬菜，今年一定味道也白通嘛嗰度差味好睇，可以睇好，佢聽數睇協助嘅況下，買啲新嘅嗰啲睇變相，很溫很控，那邊溫度濕度高嘅固定。因為做唔可能，要按重要位嘅比賽伊搞出來嘅東西嘅作品其實嘛，係可能反而改到心思伊做出來嘅東西，嗰種表面睇伊哋都冇溫度冇控制好嘅地方，嘛可能會變質。如果講對當初咩來搞出呢啲東西，安尼其實我哋對人嘛冇乜交代啦吼。咁從我哋按太前嘅比賽睇台灣啊嘛，我哋台灣本地，點樣講？台灣本地有一多人嚟報名。睇去年一共差唔多30人嘅，得獎嘅31面嘛，因為每場可以報好多種，總共有52項。當然有啲個貼片咧，要向我哋台灣嘅體會，也部分像我哋台灣人可以比賽。第二個，我比賽要用我哋自家菜地去到巴嘅體會，當可以睇台灣也比賽，也好是特別在部分譬如蔬菜嘛。當然，參加者可以用我哋嘅體會做一點巧克力、一點蜂蜜嘛，可以比賽。好，第二個也有啲個特別嘅部門，個 tree to bar，如果我哋對樹嘅體會嚇，我哋cocoa 中我哋變成我哋巧克力嘅部分，一天都用我哋本屏東嘅自家體會，唔管唔係對那片來嘅，嗰種唔可以參加也俾項目嘅話，好，如果用我哋自家體會，咁你等於推廣我哋屏東嘅體會一本世界認知啊，嗰種你參加比賽，你一天用嘢嘅東西啊。係啊，其實也點幾重要，因為我哋屏東嘅體會，因為去年睇前年唔單止睇愛些也部分有得獎，包括另外一期又係奧斯卡不一定，也比賽 LOC 嘅部分，我哋今年就冇叫買得到幾多獎啦，因為也等於講本人大家看到我哋屏東嘅體會，同世界冇相同，因為世界其他嘅體會太本家睇第三世界中嘅。中嘅地講，有會先做一啲前加工，同伊嘅油就先出來，另外當做到做巧嘅，做用期貨嘅方式，到個先進嘅國家去做巧克力，包括荷蘭啦、日本啦，特別美國、英國、德國，我哋台灣呢冇相同，台灣要出土巴冇出油嘅，佢所以嘅香味保持啊佢好。米啲蔬菜所表現呢，味道咁冇相同。
其实这还蛮遇到过创业会在讲啊，那个食物的碳足迹啊，吼，伊里头都书中有讲到讲，我讲以前啊，行食到的口口里嗰度过有名的牌嘛，同样哦，伊可能迄个南米族，吼，伫地方做诶，那送一摕米过来，叫做太地方因可能也发一多有钱，吼，一多的迄种去送落去，但是我哋品种无同样啊，种诶年都睇啊，做口口里年都睇啊，可是睇环保上面，伊发的个能源是最少的。係啊，咪喺變成講喺鼓勵我哋在地我哋講靠佢哋嘅製作者，好，伊嘛開始鼓勵用我哋台灣自家嘅一種本地嘅體會。咁問題係講，我哋常常會講，其實幾多東西啊，其實賺錢嘅係賺一條後背，買體會最可憐啊，可能一件冇買到幾多錢，但是我哋靠佢哋一塊可能都100個元。咁我哋對我哋屏東人來講嘅話，其實我哋係希望推廣種體會，還是希望講我哋後來其實靠佢哋嘅產業可以越做越大咯。其實巧克力是一個其中一個產品，可可呀哈，也唔單止可以做巧克力，包括我哋更加好的全素再利用，特別我哋循環經濟，然後減少碳足跡啊部分，我哋對呀 TQ 我哋有經驗可以保護，包括我哋講，中網我頭都提到啲單位和水保橋，類碳素，因為伊是生根嘅犧牲功夫，亦可以有水土保持嘅也可能性，特別嘅功能，當然我哋佢嘅產業睇我哋。上天我哋客家蔬菜，佢仲係合邊嘛佢支持。除了這樣，因為我哋考慮到講，同我哋呢個體會嗬，一個學博下來嘅時節，佢學按樣嚟處理。一般之前嗬，我哋呢可人嗬，可能有對有碳化，還有不用聽我哋呢個人地位。還有我哋有請我哋縣政府考慮到安尼問題，有請我哋工研院嗬來同我哋做研究。更加定研究到我哋背後唔單止都可以給我哋呢個果實嗬，體會可以做巧克力以外，也好可以處理剪髮，可以做面膜。好，我哋唔單止等於講我哋體會唔單止像可以做巧克力，嘛可以做可可茶。更加我哋呢所有產業嘅輔助，包括我哋做我哋呢健康飲，好也部分佢都做。每一種嘅產品有各有嘅可能性，最主要我哋對地球也經營，我哋隨時要睇注意到。你邊個發現也只是歸創業為的鋪設嚟講，嗰種唔只係係人講，譬如講從美國嘅國家嚟講，伊雖然有一個全世界有名嘅我哋口口里的一個品牌，但是伊哋對人產體，伊哋係冇乜嘅天數。好，可能個體會個果實拿下來以後，伊那愛體會，你想頭到我哋嘅初中講啊，佢伊當時唔係體會，伊變成伊哋想體會安尼東西，顏料，伊那愛安尼東西。但是對我哋人產體來講，伊可能對嗰種我哋嘅國家，哦，伊都冇辦法用處。但是我哋屏東縣政府都像我哋嘅中研院都研究都講，迄國家其實嘛可以做面膜。這種東西一定要過新鮮，人可以做啊。冇錯。係啊。嗰時候你變成講，你看我哋啲農民唔單止講我哋啲體會，我哋啲可可豆嚇可以拿去做嚇，咪可以叫可可脂，其實可可脂係最貴嘅地方。然後伊還會挑角，伊還會豆莢，嘛可以拿去做面膜。我等於講，其實呢種東西唔係現產體，冇辦法做到呢樣事情啊。都等於講我哋今日我哋手機上買到我哋屏東自家產嘅我哋啲可可。以這個後背嘅一種生態環境，其實係已經被保護嘅好好嘅一個環境地步。對我哋農民來講嘛，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循環啦，嗬。咁像而家講到而家，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都想講，按講按好，咁我哋體驗我哋哪叫我可以去我哋一邊比賽地步，係咪都講比賽以後我哋會有一個頒獎典禮，咁我哋一般嘅民眾來講嘅話，我哋按樣去參加呢活動咯。其實我哋今天譬如講一本所有嘅人嚟參與也活動，一本大家了解講，我哋最主要講食材，唔係講我哋世界第多種要為重點。當然我哋嘛希望我哋所有可能所做出來種一個果實啊，一個本大家人民講有嘢價值。嗰種比賽一件事情是直接對國際一種嘅營銷嘅手法，嘛按很遠得到國際嘅評審，要按啲興趣，特別伊哋呢信用幫我哋來判。另外一點就係講，我哋一般大家看到。水土保也部分睇我哋屏東真係個特別咧，因為屏東可能我哋唔希望從可可嘅也到農民，會從我哋第三世界人所講嘅血汗工廠，因為講食材，我哋用嗰度土地嘛，用嗰度工，
高温下來嘅鹽錢數量真的是減少。佢說我哋因為講啊，睇莊園也就莊園，特別我哋嘅精品都有部分對屏東嚟講佢重要。要比賽下後，一定出佢會溯源講，一體會到底對哪來？如果看到我哋也體會另外一方面嘅教育，講食材也被包括日本人愛來比賽嘅體會，馬貴到台灣體會。一定要做咯，一定會，比如講香港啦、日本嗰度國家人，會讓人哋台灣帶體會過去做。佢所也變咗講我哋嘅生態，特別市場啊，同其他國家冇乜相同，也讓我哋台灣屏東嘅特色。嗰時我觀眾朋友一擺來參加我哋喺屏東辦嘅世界巧克力大賽嘅話，即個唔單止可以有機會食到最好食嘅巧克力，嘛可以真實看到我哋屏東嘅種可可樹嘅情形。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嚟嗰度講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來賓陳麗萍、陳處長同人講世界巧克力大賽也比賽內容。其實處長我頭都想一件事情，就講其實我發現屏東人吼，拍一件也世界大賽真係幾有意思。做嘛講？因為吼我哋從頭我因為講我哋咧拍啲國際性嘅比賽吼，唔係講我哋一天要拿到一朵嘅獎牌啦，但是至少比如我哋採鐵嘅人啊，譬如講頭先講採鐵嘅農民，第一可以看到講國際比賽很用嘅東西，聽見你講都在國際上吼注重起碼嘅東西，而唔是花錢去比飛機上所講嘅訪問嘅吼嘅資源，如果要花錢去睇啲去看人家用嘅比賽，去評分嘅方式很用嘅，但是假擺聽我哋自家屏東嘅比賽時咧，我哋農民吼，伊都可以叫起來看講，我唔錯，我哋被送過去嘅時間，我咪不一定得獎，但是我可以提供第我用嘅方法，聽佢拼人嘅味同樣嘅，第三都講，一般來講，我哋國際上注重係乜嘅東西，係乜嘅人都可以提供，我哋發酵嘅時間，種嘅時間，我哋注重乜嘅東西，也是對我哋農民來講，一個係個大進步嘅一個機會呢。冇錯。一年冇相同，其實我哋今年是2019年，喺2017年嘅時間都開始辦一啲我哋嘅巧克力。當然喺培訓嘅過程已經好多差唔多5多年咧。特別行銷啦、包裝啦，特別我哋次新嘅建立。我記得第一擺嘅上課嘅時間，大家大家拿麥克風嚟講話，結果講唔出話來，講大家講唔出來，因為介紹自己東西是好東西咯。我哋發現到講每啲人對我哋安樣表達，特別了解世界國際到底有乜政策。2017年作為第一擺黑巧，當然公部門派亞種嘅事情有個太衝撞，有比賽又有數樣嘛，冇錯，喺2017年，有啲聽曲大家蠻願意出來比嘅。2018年因為喺去年等爭取到協辦，本大家看到講國際比賽也規格是買，當然等採鐵嘛幾多，等農民設計買到台北參加呢比賽頒獎典禮。今年冇相同哦，今年等幫助我哋屏東採鐵，本大家看到講睇比賽場所，特別我哋比賽規格，特別我哋安樣去送看，實際上也可以參與到。好多年嘅培訓，本大家哋講，我哋準備嘛嘅，準備因為運動我哋嚟參加世界比賽，也是其次，最主要本世界看到我哋屏東嘅競爭。其實我哋常常講到有啲國際觀啊，國際觀其實種可可樹嘛有國際觀啊。那提供全世界人很容易評比啊啲東西，蜂蜜很容易食出來。嗰種我哋在發酵嘅時間如真係要做出無同樣嘅東西出來。咁我哋今日講安東，我哋屏東人嘅巧克力我係咪想問一下，點解我哋屏東太有種一朵嘅可可樹啊？點解？其實人哋見講可可樹都係有一朵面積。我們記得2年前，我哋同事講，都係有一朵面積，因為意思總體我哋變攏樹下，佢所以嘅比例睇算出來，冇講過太面積。咁講實際上對一啲產業嚟輔導，你必須要提講一多年係
差唔多大到嘅佢果。對人哋嚟講，產業嘅輔導佢重要，遇到一啲根基。佢想係等喺前年系統一啲調查計劃，因為等用田調嘅方式。實際上按難度樣係等可可數，佢是佢採數嘅差唔多180公頃。180公頃當然係有，但係講嘅時間是採講個報數嘅方式，有人唔願意講，因為大家搞個官方講啊，都等係等屏東縣政府推做嘛嘅。佢說還好確定出嚟講差唔多180嘅時間，大家都就是好講，我哋1毛鐘，有一啲落差。唔單止180，公司才唔單止180哈，更加相信差唔多至少250到300嘅已經係大過嘅哈，大過如果講可以數得，如果可可果可以生成。佢說要面對人哋所有問題，產業已經具體呈現咧，我哋應用嘅本所有可可農，感覺到講一定實際上有可以做生意，就是馬講到一攤最有利潤嘅部分，有係後攤做巧克力嘅部分。每啲人發覺特別細頭哈，特別愛來細頭嘅嗰度所有嘅數學條文，每天一定方式特別技術教到嘅。佢說我哋嘛希望喺呢邊有每啲人可以分攤。當然，屏東有個特色咧，唔單止我哋講巧克力，特別我哋可可果可以看以外，我哋人咧，同第三世界哈嗰種人咧環境冇相同。第我哋交通嘅便利性，第二睇路場巷，特別我哋人文咧嘅流通，我哋嘛可以看到我哋合作嘅嗰種同人冇相同嘅文化素質。嗰度方面，感覺講屏東可可可以上喺屏東，對我哋嚟講是有啲好多條件可以上到佢好嘅。其實長期以來啊，屏東縣大部分人都睇得上到我哋嘅檳榔樹啦，檳榔樹以前係綠金，但是檳榔其實對我哋嘅身體唔係講過好。嗰時其實屏東縣政府一直都想講，我哋應用俾我哋嘅檳榔樹可以改種別的東西，但是冇想到而家喺檳榔樹底下種嘅可可樹行出嚟一條新嘅路。還有好多其實處長講到一個最重要嘅東西，就講其實唔單止講我哋種嘅可可，因為每個人某一天有一天嘅技術，我可以把它變成巧克力。因為嗰種發酵嘅嗰種技術，其實唔係講每個人有，嘛每個人想要做到咁樣嘅事情啦吼。嗰時看起來其實屏東縣政府都已經有無咁樣分層嘅嗰種輔導嘅方法。咁從我哋嘅巧克力來講嘅話，其實屏東縣政府這個想法係乜嘢？你有乜嘅方法去輔導，然後對未來人有乜嘅想法？第一，有市場嘅開拓哈，因為我有市場，面對客戶我哋要終於到能可以控制。那麼成等於講國家打出來我做巧克力冇人買，講每天有他個人嘅技術。產業的問題講我哋用嚟報銷嘅 TQ， 嗰時我哋睇循環咧也部分碳足跡嘅部分減碳，也有一啲點。產業又係更加好產業生態嘅問題，因為其實包括有可能講嘢廢材循環資產再利用，比如講我哋喺發酵時間有一個夾我哋一般之前喺發酵下係個不一溜嘅要打上嘅，喺我哋嘛見過同嗰度大學向下嚟研究，佢做出來夾還可以再做咩？也等於講。層加起我哋可以賺錢，特別係省錢嘅蔬菜。你唔單止，當然也是一啲部分。睇我哋咧可可園當中有年老了時間，我哋慢慢講，既然我哋屏東有安好嘅可可，有好食嘅毛，除了巧克力，佢說睇傳等我哋傳店嘅部分，睇餐點部分有我哋咧餐點特色餐點嘅創意，特別加工。更加目前嘅情形其實是我哋屏東可可伊嘅成本比其他國家還貴，也因為我哋有價格嘅問題。佢說更加我哋整體計劃嘛可以再確實嚟問所有可可農也咁真係是大家問題，又係有一啲公有嘅橋下嚟處理一啲處理廠、收購廠，特別係等啲倉儲中心種種問題，還有其實我嘛看到講更加係等合作等可可農大部分年紀大嘅。年紀大我哋明白喺下種頭，看到他家睇細頭嘅啦，睇背頭嘅時間，我哋明講喺根本我哋睇人上，具體嘅睇背頭嘅嗰種勞力，我哋用嚟聽出嚟價格，
好，两个方向，第更加农业的智慧化，还能可能有加入我哋呢屯中央政策，我哋智慧化的农耕建议我哋係大家向下創造嚟實施。此外，當然也係幸福產業部分，我哋要製作更多的商品，本也哋好上嚟歸來分享，嚟向下嚟參與行列。咱嚟講方來我發現講其實屏東縣政府真係想得幾多呢？因為吼，只要唔單止講到也係生產面的問題吼，最尾嘛想到講，其實我哋個生產的時節，嗰條我哋講我哋嘅產業啥，其實如果我哋做工嘅嗰種人吼，產業啥，伊也要生發的條件會變成樣嘅東西，因為廣東喺我哋嘅承包商嘅話，伊唔會想咁多，伊若我想到講啊，今年嘅輸到一道公斤嘅體位，我都付你多錢。唔輕用嘅生產嘅體位，人哋嘅供應一定係無同上到嘅。嗰時候變成講，其實人已經有算到，其實我哋而家台灣嘅人工夠貴，嚇，然後我哋嘅成本嘛夠高。嗰時候喺國際上面可能我哋冇乜競爭力，但是你又想到講，一開始可以用乜嘅共用嘅方法，嚇，用嗰種把我哋咧中間嘅附加出。變得過多嘅方法，去表我哋咧體嘅成本個廣大，冇得表我哋其他我哋應用個多面。當然，一方面我嘛佢監察，其實我哋台灣農民真係幾厲害。你看，乜嘢談到講對我哋咧可加可是做米下嘅中藥發酵嘅東西可以做咩？佢乜個東西都可以，真正是乜做過利用。相信跟外國人看到麻煩咧講，能可以把啲東西。好，變得按精緻的一套生產的流程跟生產的一個結果。可是我從頭馬上講，其實250公頃吼，伊真正嘛唔拉敗啦。其實我哋台灣嘅後期啲嗰種消費力啦吼，貴太啊，250公頃如果全部用喺台灣嘛唔拉敗。咁係咪講？你邊個從頭到初仲講我哋台灣嘅後期啲以即個佢特別嘅方面，係咪要想到講我哋用乜嘅方法，比我哋嘅後期啲嘅價錢，冇得講我哋嘅 TV， 我哋嘅特色變成我哋嘅品牌，有安尼想法冇？我哋輔導好多嘅除了種人以外，其實點解部分對我哋來講會重要。比如講，我哋看到同埋冇泡泡喺背體位啊，就睇見啥，一定搞有啲什麼樣公司，因為因為正式土地，也有去年得獎嘅，一啲太好成研究生，比到我哋下等可呀。再來，從也出老啲，一對用你天天做多更加，大家你個上到佢好。也我哋呢鋪嘅兩兄弟也擺喺 AOC 嘛能原狀，所以如果種我哋家希望講啊，每代人家看到自家，肯定就係自信，同埋最好嘅嘢，本大家看到識到。其實屏東嘅可可實在冇簡單，對生產到技術到消費，全部睇一塊導航。嗰時今日一擺喺屏東主辦呢世界考克力大賽地方，我哋嘛希望伊可以辦呢順順利利、圓圓滿滿。今日我感謝我哋陳處長同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安多考克力嘅故事。多謝主持人馬分享，記得咯，屏東可可呀，台灣考克力，睇8月30日到9月初5，大家叫下嚟參加哦。大家也要叫下嚟參加哦，休息一下，等下聽下先後嚟運動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永軒，又到了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訓練下半身嘅運動，請大家放起來，同我能做運動嘅哦。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請放起來哦。請兩隻腳打開來，來做一點暖身。好，我下半身，好啲前面是腹夾緊。嘅左片，後背，右片，前，好，老楊看呢？好，那來彎片撈，盡量畫太強一些咯。
更加来两只腳合上來，好大口來鼓下去，再合上來，好穩片，也係腳嘅動作，記得了冇？記得都是數上來哦。好嚟，加上嘅數咯，數伸出，好嚟做深蹲，強化嘅下半身。就可以合上來，下來做停留，頂嘅右片彎過去，過來中間，啲左片彎過去。再擺啲右片彎過去，彎片，好，慢慢的，好，回中間，好，來呼吸擺，前面，手伸在前面去。數合上來，可以發在鼓下去。可以，都可以休息一下，唔怕。飲下水，好，停留。扭轉，歸中間，彎片，歸中間，好，過來中間。好，再來，俺哋兩隻腳打開來，好，五個腳啲上面伸出去，好，加上個手壓高，下來，手臀腳通下壓高，兩下來，重心移到這隻腳哈，上面，下面。來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更加重心。好了，一頁一片，好，彎腳，一樣伸上去，手通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更加好，係按你本能看，等下呢，我腳伸出去，啲後背伸出去，盡量幫助，好，鼓下來，好，踢出去，踢出去嘅時節，兩隻手同時，
好，第上面压空来，好，可以哈，好，来做一下，来鼓，踢，二，好，来弯片。好，用骨下來踢出去，彎腳。8、9、10。好，来，家人來中開嘅動作來複習一下，第二動作哈，兩隻腳合上來，再第二背伸出去，好彎片，可以發，再鼓下去，安尼可以訓練個下半身咯，我嘅身材咯，感覺均勻咯，再下去。兩隻手可以合上來，好，做停留，扭轉，飛到中間，揾動作嘅哦，手壓、腳壓，同線上同下做哦。彎片咯，手同下壓上來，最尾嘅動作。一樣同嘅手，好，壓高，腳踢出去，好，先鼓下來，彎片，再做一下3、4、5、6、7、8、9、10。今日嘅運動能學會嗎？記得了嗎？能好好運動，下次再來聊。